后来乡亲继续来看顶一站发生伫台南的台警察的案件，这凶手就是明德外角加价的受刑人，登去探亲无回加价来报道，伫逃亡的期间杀死2个警察。讲是毋是打有受刑人超过期限无登去报道咧？这个月17号，一个登去探亲的受刑人，到当地警察机关报道的时阵，这个探视的证明书面顶核准的日期竟然是8月13到8月15。即摆已经9月外咯，安尼是毋是这个受刑人已经超过期限1个月无登去加价咯？这个警员随敲电话来确认，原来是公文拍唔到去，讲当时有200外个人要来出家，结果甲这个日期混唔到去咯。外界认为都是明德外夜加价的螺丝灵去，内部的管理有问题，才会出现这种的性误。明德外夜监涉任的受刑人暂时无转来，逃亡期间，阁害死2位员警，惊到规个社会。结果今麦阁传出来，明德外夜监阁脱册啊！日期物质我们有加强要求，同样要落实整合了。相关的科室我们也有加强要求，也对那个科室做处分。承认过失嘛，强调已经有处罚相关人员。原来是这个月17号有受刑人出监转去，伊摕转去探视证明书去在地警察机关报道，结果员警发现核准的日期是8月13到15，时间唔对，赶紧甲人留来。敲电话了后，才知影是问唔对去。听到消息了后，民众拢感觉实在是伤寒嘛。出了很大的漏洞，螺丝真的是松了。我是感觉伤寒嘛，因为今仔日拄了这个犯人是。有天良的，拄了一个无天良的，伊遐咧放出去，结果你日期唔对，伊抓走水，搁杀人要安怎？矫正署应该要能够进一步去做所谓的行政上的改革，或是订立一些 SOP。明德外夜监小连续传出离谱的案件，都说因赶紧处理，讲是想无用才会混唔到去。不过伫外界看起来，就是内部管理出问题，无够严格才会发生这种代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